观众欢迎继续收看第4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拄则才收到上新的11点消息。这是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下早来到前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的纪念馆访问参观。互人访问的时，伊嘛讲到总统撰文讲伊选举爱开钱的代志。郭台铭伊讲，伊开拢是家己赚的钱。咱做伙来听郭台铭完整的讲法。我想今天我看到报纸有写的这个。好像这个蔡总统对我有所指教，说我是这个钱很多啊，这个乱买广告那我就讲过，我买广告是反对鸟笼公投变成铁笼公投，那个不是我的钱，那是后援会的钱，这第一个。第二，我要讲说，我们做很多节目这个都是呢让年轻人了解我的，因为我现在。跟媒体沟通的管道，除了各位以外，再来就是说，我自己在脸书啦，在我的这个很多的自媒体上面发声，跟年轻人沟通，所以我真正讲句实在话，花的钱并不多，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都花自己的钱，我每一毛钱都是我自己赚来的。那我们蔡总统呢，念大学的时候是花爸爸的钱，这个。现在当选举的时候是花国家的钱，那第一个，我想你们看到这个，我记得好像美国有一个总统选举办法，当你要选的时候，我想今天听说川普总统要宣布开始选举连任竞选，宣布了那我要去问问他到底这个钱跟国家的钱有没有拆开来？那比如说他坐专机要不要付费用？那这些东西，我是觉得说，蔡总统身为这个一个现任的总统，要有总统的高度今天批评你的对手有钱，他忘了说明，那你的对手有钱，是因为什么？他每一分每一毛钱都赚来的，而且在台湾，他的公司缴税，个人缴税。而且我也没有领过18%。我父亲退休的时候，我那时候稍微小有积蓄，我跟父亲讲，18%的名额有限，让给别人。我父亲一次拿现金，这让我父亲呢，这个退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他没有18%的问题，因为做儿子本来就应该养父亲。那我讲这些问题呢，我要反问蔡总统，我来竞选。花我自己的钱，我跟选民沟通，他是不是也花自己的钱跟选民沟通我记得听说他也领过18%，他也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当这个他说我有钱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我是比他有权，但他比我有权，我是有钱。但我的钱呢，有缴税扣后，缴税以后我是自己的钱。那他这边呢，是不是自己钱我不知道，请他也自己先说明，好不好？但如果被提名的话，因为我们想花你的钱吗？我现在大家先帮我过了提名再说我如果提名不过的话，对那提名不过了，我省下来钱，我会再继续兼 IE 对生化。对科技、对研发、对年轻人创业，反正我自己一直有一个信念，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个人赚的钱我个人我一天能够花多少钱？我就这一辈子加起来，我活到120岁，我算过了，花不到我财产的1/1000，那剩下怎么办？剩下。我要全部捐出去，我捐出去就是做公益。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服务，我为什么说选举不要拿任何人的捐助？因为我自己晓得，我拿人家的任何的捐助，我就欠人家人情。对，如果欠人家人情，比如说他是一个建商要来说项，我到底同不同意？他是一个这个不管。所以我对外募款，所以我讲我们内部小编我们的同事都一直反对。我本来是希望一人
给我捐100块，捐100块呢，我不是捐给我，我也不是想竞选，我想再抽我另外100块。昨天你看有很多就拿100块出来，我们内部有反对的声音说，这样的好像这个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反对声音，就是说不同意这样做。其实我心想这样做是让100块，我再同时拿出100块。他说你这样同时100块，好像就证明你有钱，所以这就是很难。就是常常我的心想要做事，但我的心是为了想做事啊。我想我不欠任何人的人情，这样子，我现在做所有的决策的时候，不受任何的干扰。那我会以中华民国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的优先啊，作为我施政的参考。因为我不欠任何的人情，我欠中华民国台湾2300万人的人情，就这样子，没关系。